做读圣经，今日7月26，咱做来读箴言第21章到第25章。咱用的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1章，王的心伫上主的手中，亲像水流照上帝所定的方向伫流。人看家己的所做做着，毋过上主审查人的动机。变讲行义，比现在搁较会得到上主接纳。目头悬，心骄傲，是歹人在炫耀家己，拢是罪。人真足计划为富足，匆忙做代志，一定抵到欠缺。人用诡诈得到的财利，亲像浮云，真紧就消失。歹人的强迫会害死家己，因为因毋肯实现公义。罪人下路弯巧，纯洁的人行为正直。宁可踮厝顶的角头，嘛毋甲吵闹的附近人做伙住大间厝。歹人的心意爱邪恶，厝边得袂到伊的关爱。自高自大的人受刑罚，憨直的人会得到智慧。智慧人受教示，因为得到知识。公义的上帝监察歹人的家，甲歹人车倒到灭亡。坦捌耳空，毋听善食人哀求的，伊将来求叫嘛无人要插伊。暗中送礼话煞受气，秘密贿赂话煞大受气。并讲行义，互好人欢喜，却互歹人惊吓。偏离明理的路的人，会甲阴魂做伙住。爱车花的袂善食，爱宴乐的袂好惹。歹人会做义人赎回的价钱，奸诈的人会做正直人的替身。宁可踮旷野，嘛毋甲吵闹歹圣地的附近人做伙住。智慧的人厝内积住过去的物，憨人真紧就顺了了。对找公义甲仁慈，会找到性命、繁荣甲尊荣。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，拆毁因所倚靠的堡垒，约束喙甲舌个，为保守家己免受灾祸。骄傲自高的人，名叫做武万，伊做代志猖狂。面大的人为互家己的无望害死，因为伊的手毋肯做工。有人规日贪心不知足，义人慷慨施舍。歹人现得济，通仰慕，何况伊存歹意思来恨。做伪情的人会灭亡，照实做正的，无人会当甲伊辩倒。歹人面皮厚，正直的人惊胆谨慎。人的智慧聪明，甲所有的策略，拢袂当对抗上主。马是为着交战的日准备，毋过胜利是上主在决定。第22章，名声比大财富较通意爱，恩惠比金银较通欣赏。好业人甲善食人有共同的所在，因拢是上主所创造。会变巧的人看到危险就闪避，憨直的人直直进前去，受灾的。谦卑敬畏上主，就有财富、尊荣、性命。傲歪曲是非的人，行的路有刺白甲落网。保守家己性命的人，离开迄条路真远。
教导囡仔行合宜的路，以到老拢袂歪错。好业人管辖善食人，欠一个做祭主的奴才，也不义政治的人会受灾的，以欺压人的势力会受毁灭。好心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将米粮分予善食人。赶出自高自大的人，三钱就无去，冤家甲侮辱嘛袂煞。心清气、讲话温和的人，王会做因的朋友。上主的目睭看顾聪明的人，毋过伊破坏奸诈的人的言论。面大人讲外口有屎，我若出去会互伊咬死。淫妇的喙是深坑，上主所厌恶的人会跋落迄内面。囡仔的心互愚戆甜着，管教的锤仔会甲愚戆赶走。靠巴谢善食人来好业，也是送礼物互好业人，拢会抵到欠客。着爱耳孔听智慧的人的话，专心领受我的教示。上好是放伫你的心底，不时通应用。我今仔日安尼指示你，是要互你倚靠上主。这30句教导甲知识的话，我已经有写互你，互你知这个真理的话，确实会靠得，通正确回答差派你的人。毋通因为人善食，甲因剥削，嘛毋通伫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为上主会替因伸冤，抢夺因的，上主会抢夺遐个人的性命。看伊生气的人，毋通甲因交迷；歹性地的人，毋通甲因往来。行了你学因的行为，家己煞陷落落网。毋通甲人做担保，毋通甲欠钱的人保证。你若袂当行，人会甲你伫困的眠床掠去。早前你的祖公所立的地界，毋通移煞。你捌看到熬办代志的人无？伊袂服侍普通人，会服侍君王。第23章，你若甲官长坐倒，着注意伫你面前是甚物人。你胃口若好，就会晓家己约束，毋通贪物件好食，因为迄是咧骗人的食物。毋通拖磨求好业，着智慧家己约束。你目一个呢，钱财就无去，因为伊会发失，亲像鹰鸟飞上天。毋通食当生的人的饭，嘛毋通贪伊的好食物。伊真贤算，袂互你白白食。伊虽然对你讲请食请啉，其实伊心内无得安尼想。你所食迄点仔嘛得吐出来，你所讲的好话拢无路用。毋通讲话互戆人听，伊会看轻你智慧的话。毋通依煞早前所立的地界，嘛毋通侵占孤儿的田园，因为因的赎回者上主大有能力，伊会替因伸冤。着专心领受教示，爱耳孔听知识的话。囡仔毋通无管教，用锤仔拍，袂抵到死。你用锤仔拍，会救伊免落阴府。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会真欢喜。你的喙若讲正直，我的心会真快乐。
毋通心生歹人，着不时敬畏上主，将来一定有愿望，你的愿望袂无去。我的囝着听，着有智慧，互你的心往正直的路。好酒的、贪食的，毋通甲因往来做阵，因为好酒贪食会抵到散食，规日咧困，会抵到穿破衫。着听探是你的老爸，你老母老的时，嘛毋通甲伊看轻。着要真理，毋通骂，嘛着要智慧、教示、甲明理。正直人的老爸会大快乐。人生着智慧的囝，会因为伊大欢喜。着互你的爸母欢喜，互生你的老母快乐。我的囝，着将你的心交托我，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，因为长期是深坑，阴府是陷阱，伊亲像贼在长等，要互无忠实的人增加。啥人在画惨啊？啥人在画害啊？啥人在冤家？啥人在怨叹？啥人无缘故受伤？啥人目睭在起缘分？就是啉酒毋知煞，世界找调和的酒啉迄款人。酒伫杯内变红闪烁，你毋通看。啉的时骨流，到尾亲像雨蛇加着，互毒蛇踏着。你的目睭会看着奇怪的景象，你的心会错乱，喙讲酒话，你会亲像倒伫海中，困伫船条顶。你会讲人拍我，我袂疼；人讲我毋知疼。我醒起来就搁去找酒啉。第24章，毋通羡慕歹人，嘛毋通爱甲因作对，因为因的心计划恐怖的代志，因的喙谈论害人的事。厝靠智慧起造，用聪明建立。有知识的人的房间充满逐项宝贝，甲贵重的财物。有智慧的人有大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家天开力。要交战，着有好的策略，参谋多就会得胜。智慧高深，戆人袂了解。伫公共集会中，伊无话通讲。计谋做歹的人，会互人叫做阴谋家。戆人的计谋拢是罪恶，藐视人的，人人厌恶。伫患难的日，失胆，气力就减少。人受拖到死地，着甲伊解救。人倒要受抬，毋通无救伊。你若讲即个代志我毋知，监察人的心的上帝减袂审判，保全你性命的减袂毋知，伊减袂照逐人的所做报应。我的囝着食蜜，因为蜜是好，食蜜房滴落来的蜜就知甜。着知智慧伫你的心嘛是安尼，你若找着，前途就光明，愿望袂无去。毋通亲像歹人埋伏要攻击义人的家，毋通破坏伊大的厝。义人跋倒七遍，嘛会搁起来。歹人一个拄着灾难就倒落去。你会对着跋倒，毋通欢喜；伊倒落去，你的心嘛毋通快乐。才免上主看见无欢喜，煞互伊的生气无临到你的对着。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嘛毋通心生歹人，因为歹人无好结局，因的顶会失去。我的囝着敬畏上主甲君王，毋通甲反叛的人交结，因为毁灭
话对上主甲君王忽然临到你，因要降落的灾难，啥人会知？下面所记嘛是智慧的人的话。审判的时，毋通有偏心，甲有罪的人判无罪，未受正人咒诅，人人仰慕，甲歹人判有罪，会得到正人欢喜，以为大大受祝福。用公正的话应答，表示真诚的友谊。外面的代志准备好势，菜园好好种植，才来起厝，成家立业。毋通用无根据的见证陷害厝边，毋通做伪证欺骗人，毋通讲伊安怎对待我，我嘛要安尼对待伊。我要照迄个人的所做甲伊报复。我经过贫惰人的田园，无知识的人的泡汤园，看见刺白发甲满满时，草刺牙砍地面，石墙嘛倒落去。我看见就深深想，看了得到教示，搁困一句仔，搁眠一句仔，搁摕一下仔。善者就亲像贼来，欠缺亲像强盗狗。第25章，下面嘛是所罗门的箴言，是犹大王以西甲宫廷的人抄写的。人尊重上帝，因为伊将代志看捌；人尊敬君王，因为伊将代志查明。亲像天遐尼悬，地遐尼深，王的心人学得了解。阮会坐待先除去，阮像才会当做出水的器具。王身边的歹人先除去，王位才会当用公义做基础建立。毋通伫王的面前自高自大，嘛毋通占大位，宁可等人请你做大位，毋通伫有地位的人面前，互人叫你落去，毋通匆忙要甲人相告，才免到尾受厝边凌辱的时，毋知要安怎做。你甲厝边有纠纷，毋通漏泄别人的秘密，才免听见的人责备你，你的臭名学得洗清。讲话合宜，亲像金苹果，想伫云盘。智慧人的责备，对欢喜听受的人，亲像金的耳钩甲纯金的破轮。苛刻的使者，互找伊的主人精神轻松，亲像热天收割的时，有霜雪的凉冷。无送礼物，干焦夸口礼物偌好，亲像有风有云无落雨。久长忍耐，权力者嘛会受感动。温柔的喙齿会讲断骨头。你若找着蜜，食到野就好，才免食过头煞吐出来。毋通节节去找厝边，才免伊起烦煞淹没你。做伪证陷害厝边的人，亲像锤刀甲利剑，会伤害人。患难的时，信赖靠袂牢的人，亲像喙齿断去，骹突轮。对伤心的人唱歌，亲像冬天甲伊脱外衫，亲像盐压伫空喙。你会对着奶枵，就互伊食；喙焦就互伊啉。因为你安尼做，若准将得到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，互伊面人知通见笑。上主嘛会报酬你。北风透就落雨，诽谤的籽会惹人变面。宁可伫厝顶的角头，嘛毋甲吵闹的附近人做伙住大间厝。着听好消息对远远来，亲像野生喙焦的人啉着凉水。
义人伫歹人的面前屈服，亲像拍头衫的剪脱落去的水泉。要食伤济毋好，人过头求家己的阳光嘛毋好。袂晓控制家己的人，亲像无墙的城，真紧受攻破。咱今仔日圣言节伫箴言第21章到第25章。